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待降节第3个星期四，12月18日。主题是渴慕。预备聆听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热切地寻求你。请我们用敬虔的心来阅读诗篇63篇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上帝，我热切地寻求你，像一块干旱、焦渴、无水的田地，我切望你，渴慕你。求你让我在圣所朝见你，让我看见你的大能和你的荣耀。你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，因此我要颂赞你。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，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。我的灵要饱享盛宴，我要向你唱欢乐的赞美诗。我躺在床上的时候纪念你，我整夜默想你，因为你时时帮助我。我在你翅膀的庇护下欢乐歌唱，我紧紧跟随你，你的右手扶持我。想杀害我的人都要下阴间，他们要死在刀剑下，失手给狼吃掉。但是王要因上帝欢乐，凡向上帝许愿的人都要赞美他。撒谎者的口要被堵住。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探求并深思。再次阅读第1节，问问自己：我真的如此渴慕上帝吗？我希望自己能如此渴慕上帝吗？为什么是，或为什么不是？若你对以上任意问题回答是，艾伦·戴维斯说：诵读诗篇，学习祷告。你不仅会在诗篇中找到许多渴慕上帝的同伴，而且诗篇还能让你将全部的渴慕集中在上帝，而非在短暂的事物上。有些诗人给人感觉切望和渴慕已经得到满足，但在大多数的诗篇中，包括这篇，祷告者仍然持续渴慕。对上帝的渴慕，如同身处无水之地的强烈口渴。上帝似乎遥不可及，渴慕依旧。祷告者学会活出渴慕，他知道上帝从不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满足我们，而是不断地将我们的渴慕引向天堂。
戴维斯说：“学习活在盼望里，始终渴慕，在属灵生活中是可预期的。”诗人接受渴慕，因为他知道上帝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，因此他称颂上帝，不因持续渴求尚未得着而对上帝感到愤怒，反而更深切感激上帝的伟大和慈爱。因此他说：“我一生一世要感谢你，我要举起双手向你祷告。”重要的是，不是上帝赐福给我们，而是我们归赞美给上帝，无论祷告是否蒙应允。今天我们主要注目在上帝如何赐福给我们，但是圣经中大量的证据是注目在人如何称颂上帝、赞美、感谢上帝。难怪保罗劝勉帖撒罗尼迦人凡事谢恩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。诗篇的作者相信，每日称颂上帝至关重要，这使我们专注于造物主上帝，万物生命的本源。当我们称颂上帝，就学会带着盼望，带着未实现的心愿，始终怀着渴慕的心去生活。你是否相信上帝永恒的爱比生命宝贵？这如何形塑你生命和盼望？我们用祷告来回应。主啊，求你使我一生始终渴慕你，并不断地赞美称颂你。阿们。活出顺服，怀着渴慕的心去生活。